继续来看这个高雄，每一年举办的港都杯电竞锦标赛是国内的大型的比赛，每一年拢有超过4000个选手来参加。今年虽然无停办，也是有200外个选手主动来退赛，也毋过也是有4200个选手来参加。主办单位真谨慎，研究各种防疫的措施，像这个开幕典礼，即届就改做象征性的小型运动场。运动员伫起跑线准备，一听到庆声就冲出去，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开春以来上重要的电竞比赛——港都杯全国电竞锦标赛如期举行。因为这场比赛关系到选手的发展，是全中运资格赛亚青杯选拔赛，更加是奥运培训队的训练赛。今年同款吸引497间学校，超过4200名学生参加比赛，加上队职员总共7000多人，做伙伫高雄国家体育场。本来期待今年报名学生会使超过4500人，不过在疫情影响下，有将近200人退赛。我们婉拒所有来自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澳门、上海、广州这一些国家跟地区的选手的到来。今年开幕典礼嘛，改由代表性是运动场，一年就希望讲伫室外举行，人甲人莫伤晚。选手出赛之前，我们再做一次体温的测量以及手部的消毒以后，选手进到场地以后，我们随时都准备酒精喷罐。选手训练遮久，就是为了这场比赛，就惊讲武汉肺炎，互因的心血全咧乌有去。主办单位真谨慎，防疫要做到滴水不漏。